继续来到南投，连滚讲落大雨，土石松软，再加上半暝3点外，德山的附近搁来发生地震，所以埔里台14线观音3号磅空边仔的生态步道，这个边坡是崩甲真厉害，大量的石头是来阻断着大路双向的交通中断。台电明潭电厂的维修人员一透早要去维修这个机组，冒险行过这个石头连落来的所在，真危险，互人看到的流庆歌。生态步道边坡严重崩落去，大量的石头去挡着道路，双向交通拢中断去。台电维修人员一透早要入去维修机组，拄着路断去，才会当冒险下过石头。我们要进去工作啊，我们那个然后抓堵塞啦。哦。辛苦呢，小心呢，哈。没有做的话就没办法发现啦。另外，也有做事的民众，机车无法度入去，只会当落车用行的，边仔就是单落落边坡，至少有3层楼悬，真危险。崩落的地点是埔里台14线观音隧道边仔生态步道，因为连续几天来大雨，土石松软，加上半暝德山地震，致使这步道边坡土石崩落，长度大约是20公尺。因为无替代道路，自好进出甲农产品的运输嘛受到阻碍。紧急请这个调这个怪手赶紧先来甲伊排除先上重要先互人路会当出入就较重要啦。因为无扣厂商得标，公所紧急调派机具，上紧下晡才会当现场清除落石头，有计完全抢通需要2天到3天的时间。